荃灣一個以秀麗海濱、天橋網絡同埋豐富生活配套聞名嘅區份，亦係無數家庭嘅安樂窩。新鴻基時隔20年，再次選擇呢一片樂土，推出全新住宅項目迎駿。迎駿屬單棟式住宅，總數提供462伙，標準單位涵蓋1房至3房，主打2房間隔，另設特色單位。預料部分高層單位可以欣賞到連綿青翠山景或開揚景致。項目基座特設2層會所，備有多元設施。隔離就係橫窩仔街公園，綠化休憩空間充足，增添咗一份城中小綠洲嘅感覺。住喺迎駿，日常飲食、購物完全唔使擔心。項目周邊有多個小型商場，例如悅來坊。鄰近嘅荃灣楊屋道三寶，更加係發展成熟嘅住宅區，設有基座商場。最關鍵係可以經呢三寶匯入荃灣嘅天橋網絡，途經楊屋道街市，接通全新天地、如心廣場、海之戀、荃灣廣場等大型商圈，滿足住客各個層面嘅生活所需。講到天橋，點可以唔提荃灣嘅另一個名——天空之城。區內幾十條行人天橋互相駁通，組成龐大嘅天橋網絡。就係因為天橋夠多、夠離地，用起嚟先至更貼地。淨係經天橋就可以接駁到荃灣區內多個屋苑、商場同埋地鐵站，唔使日曬雨淋，無懼人車爭路，方便程度值得拉爆。港鐵荃灣西站、荃灣站以及大窩口站環繞迎駿3站2線，響鐵路便利。由荃灣西站出發，經屯馬線3站即到柯士甸站，接駁高鐵西九龍站，暢通全國。轉乘東涌線4站可達九龍站，5站到香港站，快速連接港九核心商業區。荃灣西站與未來嘅北環線頭站錦上路站僅1站距離，輕鬆把握北部都會區發展機遇。鄰近嘅上翠苑對出同埋楊屋道一帶有多條巴士、小巴路線，路網覆蓋港、九、新界多個核心區域，輕鬆實現跨區出行。荃灣便利嘅社區配套，令好多人一住就係幾十年，得閒去荃灣海濱散下步、放下電，又多咗唔少生活日趣。但區內近年少有新盤推出，相信迎駿嘅出現可以為呢一區提供新嘅住屋選擇，加上項目周邊多座工廈或將重建，有望轉型為住宅區，社區升級，值得期待。迎駿擁有優越環境、完善配套同埋新鴻基品牌等多重優勢加持，以全新姿態喺成熟社區之中，並發出更多彩嘅生活。